嗱，咁啊頭先嘅7段比較咧，已經俾個框俾大家啦。咁咧，因為我之後咧會俾10個 example 俾大家嘅嚇，一步一步咁樣會錄製出嚟嘅。咁咧每個 suggest answer 咧，我都會先交代咗點運用嗰7個比較先。咁希望咧你唔係淨係睇到個 answer，你睇到我嘅思路點走，咁你咧就可以咧效法點樣去諗嘢啦，得唔得 ？OK， 好啦，咁咧嗱，做咗7個思考上嘅比較之後咧，就開始3大技巧啦。咁咧，你會發覺我教嘅嘢咧就好簡單嘅啫，順晒嗰個按照個 procedure 順序教嘅個步驟啊。第一個技巧 tenses 點用咧？OK， 第一個技巧 tenses 點用咧嚇？咁我就會按住個次序講嚇。嗱，有2種嘅用法嚇。8成係用第一種嘅，我哋叫做呢個1啦，3大技巧1嘅 A 個部分嚇。OK， 有8成噶啦。8成你會遇到咧，你應該要用咩咧？就係涉及描述過去時間數據。你描述過去時間嘅數據。嗱，你上個堂咧抄過、畫過、思考過都好重要嘅，所以咧點解要你抄咧？因為呢啲可以用字字珠璣嚇嘅抄過咧，你就經過你個腦嘛，好緊要嚇。好啦，嗱咁啊先講啦嚇。如果你描述過去咧，就唔係一定全部過去式嘅。咁先講啦嚇。第一段一般嚟講係寫3段或4段嘅。咁我哋一陣間會講3個題材。咁有啲係3段，有啲係4段嘅。咁但係無論你係3段落又好定4段落去完成都好咧，第一段同最尾嗰段都用現在式。有一種係叫引言。最後嗰段我哋叫咩咧？都係結語啦。通常咧最後嗰段咧，我就俾一個嘅漢字碼俾佢，我哋叫則結。提提大家用則意念去結束。記得嘛？頭先講嘅7段比較到最後就 qualitative idea 則意念嚟結束。咁呢部分咧都係好攞分嘅。OK， 嗱引同埋則結嗰部分咧，最後段咧都係用 simple present 嘅。點解？因為冇乜太涉及具體嘅時間啊，得唔得？只不過睇完過去嘅一啲嘅數據，我而家結論係點嘅啫。或者係我而家睇到呢篇嘢係咩嚟嘅咧？嗱，所以咧引同則結係可以係 simple present 嘅。OK， 好啦，第2點，中間嗰段即係第2段或者係2、3段啦。中間段落咧有2個功能嘅，一個就係描述啦。描述嗰條 curve 係點走嘅啦，描述相關個 bar chart 裏面嗰啲數據啦，再做一啲比較。比較即係咩啊？即係7大比較咯。頭先諗過噶啦。OK， 如果你牽涉到呢啲嘅話咧，因為而家你係講緊過去嘅數據啊嘛。OK， 咁咧就用 past tense 噶啦。OK， 呢個係基本嘅，8成都係咁嘅。
有80都係咁嘅。OK， 咁啊呢一點就最基本啦嚇。當然有中間咧會有少少嘅，可以有啲 exception 嘅。咁如果你中意做啲 exception 都可以㗎嚇。例如話，如果你見到嗰一點已經完成㗎啦，嗰個動作喺嗰一點時間已經完成嘅，咁當然啦係可以用 present perfect 啦，現在完成式。有咩例子啊 ？By 2018年 ，OK，the number has reached 個數字咧已經達到幾多個 unit 啊？咁樣得唔得嚇？咁呢啲咧有啲例子嚇，已經達到 present perfect，OK，咁呢啲係可以嘅 ，OK， 就變咗 past tense 同 present perfect 互用係接受嘅。好，繼續。如果你要強調喺嗰段時間裏面嚇，嗰一點時間裏面，咪嗰段時間裏面啦嚇，仍然繼續嘅。例如話50年代嗰個時間，咁啊唔係一點啦，係每一段啦。50年代期間咁樣啦，仍然繼續緊嘅。咁就會用呢個 past continuous 嘅。舉例子啊，喺2015呢一段期間啦，雖然係一年都一段嚟㗎嘛嚇，嗰段期間啦嚇，50% 嘅旅客啦係搭緊地鐵㗎。We're taking 你會見到咧係用緊 past continuous 嘅 ，OK 得唔得？好啦，到第二點咯喎，2B 1B 應該咁講啊，都係技巧1嘅 B 嘅部分啦，因為三大技巧嘛，1A 1B。咁呢個咧就係另外20% 會用嘅。如果你發覺咧係以今日嘅角度去描述過往嘅結果，呢個係過往嘅結果嚟嘅，係今日角度望嘅，得唔得？雖然係過往係個結果，係今日睇得到嘅，今日嘅角度啊嘛，去描述過往嘅結果嘅話咧，舉個例子係咩咧？例如話，佢嗰啲 data 咧有晒唔同嘅鐵路、唔同高鐵嘅長度，幾時去建成嘅，成本係幾多？咁呢啲係過去一啲嘅數據到而家嘅結果，OK。咁你喺而家角度去望嘅話咧，咁啊講出去邊一頁，咁你發覺咧係可以全面用現在式㗎嚇。
咁呢啲咧就需要咧我一路咧鼓勵大家就係學完呢一個課程之後咧，就開始睇我嘅 suggested answer， 逐條問題自己研究下點樣去將呢啲嘅技巧運用喺 suggested answer 裏面。OK， 好啦，講完 tenses 到第二點咯，就係關乎公式嗰部分啦。OK， 咁啊公式係咩意思咧？你睇一個題目之後，我哋要判別應該用咩體裁，同埋應該用乜嘢嘅模組，得唔得嚇？嗱，咁呢部分咧就先講體裁先啦嚇。第二嘅 A 嗰部分先 ，OK， 體裁3揀1嚇，有3種體裁可以用嘅。咁當然啦，呢啲咧你一路睇翻我哋 suggested answer 咧，咁你慢慢一個一個你就開始熟悉點樣去判別體裁噶啦嚇。咁講講呢3個啦。嗱，呢3個體裁咧，基本第一段都係引言嚟嘅。引言用咩 tense 啊？8成都係講8成嗰個情況啦。大部分都係 present tense 嚟嘅，得唔得？引言一定係噶啦。中間唔講住，講後面。後面係咩咧？後面一定係質結嚟嘅，記唔記得？用質意念嚟結束，為之質結也。OK， 咁一樣嘅。你發覺咧，3個體裁都係一定係引同質結，引做頭，尾係質結。當然啦，係用咩 tense 啊？8成都係用 present tense 嘅。OK， 因為呢個同描述過去冇關啊嘛，只不過過去導致今日你結論到咗啲咩啫，得唔得？咁3揀1個變化就喺中間啦嚇。咁呢啲咧就係屬於一啲叫做漢字碼、模組漢字碼，你會見到嘅嚇。咁我哋咧你會見到咧，我哋嘅 suggested answer 每個句子隔離都有模組嘅漢字碼㗎，幫助你咧就係喺咩情況下用套用咩公式。咁呢好緊要，因為咧幫助你能夠落實7段比較，實際上點寫 ？OK 係好重要㗎嚇。好，先講中間咧，我哋會俾4段去，頭就引啦，尾就質結啦，中間就係描描。第2段俾個描寫，第3段都俾個描寫，我哋稱為描描，得唔得？即係第一個體裁叫描描啦，因為頭尾一樣噶嘛，係描描嘅寫法係4段嘅。第2個咧就1段過，從比較落手，一開波就比較啦，然之後係比較描述嚇，我哋叫比描，1段過嘅，我哋叫3段。咁當然我哋第一個suggest answer 就係屬於第一類嘅體裁描描嘅嚇。OK， 好啦，另一個咧就咩咧？最後有一種又係3段嘅，咁我哋叫佢咩咧？我哋叫做因為兩個好似，我哋合埋一齊描述合描。當發現兩個係好似嘅話，你可以合描啊，一齊去表述。將一啲突出嘅地方拆翻出嚟，拆突 ，OK， 我哋叫做合描拆突嘅方法嚇。咁當然呢啲我哋會喺 suggest answer 嘅時候會逐個講嘅嚇，係呢3種嘅啫，3揀1。究竟適合描描啊？當兩個係好唔一樣嘅時候，都係描描啦。如果咧，你兩個係屬於比較嚟去表達會好嘅咧，仲比描。如果你發覺咧兩種係好似嘅嚇，即係好緊要嘅，就可以用合描拆突嘅形式去表達，得唔得嚇？咁呢個你自己決定嘅。好啦，而咧你發現咧嚇喺呢3到4段裏面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嘅，就係隨時都可以加個質 idea 落去。如果你睇到質，
嘅 idea 係隨時可以加嘅。OK， 呢度即係質 idea 咧，如果你提得多嘅話咧，分數通常都會比較高嘅嚇。咁呢個本身嘅質啦，唔使啦嚇，唔使加。但係原來咧有啲特殊嘅質咧，你覺得唔需要喺質結嗰度講嘅，你可以喺個引子或者喺描述裏面額外地講一個質嘅評論咧係好嘅。OK， 得唔得？咁呢啲咧就係基本體裁3揀1。好啦，去到咧第二個技巧嘅好重要嘅部分啦，就係模組漢字碼部分嚇。嗱，模組咧好多嘅，你上網咧打 IELTS 嘅圖表寫作咁樣，模組模塊咁樣咧就一定好多俾你。不過咧其實就本 IELTS 書都有講噶啦嚇。不過咧我就嫌太多啦，你點會背咁多啊？其實冇必要。同埋咧咩情況下用咧，一般書都講唔到俾你知嚇，呢個先至最重要嘅嚇。咁點解要用模組漢字碼？就係話俾你知喺咩情況下應該用乜嘢。而且咧，我喺 suggested answer 裏面都會將啲漢字碼寫出嚟，咁你就原來咁嘅情況係要用呢一批嘅喎。喺咩情況下係用呢一批？呢個先係最重要。OK 嚇。嗱，其實咧嚴格嚟講咧，150字差不多有1/3都係模組嚟嘅，2/3係屬於你自己寫嘅。咁變咗咧，呢個模組漢字碼都係好重要嘅。你要識得即係用，因為咧你識得用熟咗嘅話咧，基本上篇都係咁樣做嘅啫嚇，篇都係咁做嘅啫。好啦，咁我哋先睇第一段啦喎。第一段或者叫第一步啦嚇，就係嗰個漢字碼就係印。OK 嗱，咁你見到漢字碼印，咁印我應該點樣寫出嚟咧？一開波嚇，好簡單嘅啫嚇。A glance。嗱，我嘅揾嘅模組係主要係俾大家咧能夠衝7分以上嘅嚇。咁我會講講點樣用嚇。因為咧係印嘅話，就一般嚟講係現在式嘅。你見到現在式咧 ，OK，或者你記呢兩句得㗎啦嚇。A glance at the figures even indicates。咁有乜分別咧？兩個係有分別嘅嚇。咁我要俾人睇到你係因為你用呢個咧，同呢個係有啲技巧上嘅分別。點解咧？第一可以用嘅第一句咧，因為夠具體啊。嗱，例如話你見到係 table 嚟嘅，如果你見到嘅係呢個表咧，即係 table 即係表啦，俾人知道你識得具體去分啊嚇。如果係具體嘅，好啦，如果係 map， 如果係 flow chart， 如果係說明圖，我哋叫做 diagram。OK 得唔得？
好啦，另外咯，如果你本身發現咧，佢係多過一個嘅話咧，就唔該加 S。咁呢啲咧你要留意㗎嚇，因為咧如果你寫得精準嘅話，呢個已經比較良好嘅印象分㗎啦。OK， 如果你見到嘅係 bar chart，bar chart 就用 chart， 即係嗰啲圓形圖啊 ，OK， 或者棒形圖啊嗰啲啦嚇。如果你係睇到一條條線嘅咧，就係線圖嘅咧，例如話 line graph 啦。column graph 啦，一個 column 嘅嚇。咁咧，你就可以用 graph 呢個字嘅，得唔得 ？OK。咁你俾人感覺到你係比較專業啲，唔係立亂用嘅。好啦，如果你見到同時發生嚟話，佢又俾咗個折線圖你，又俾咗個 bar chart你，或者係又俾咗個diagram 你，咁佢混埋一齊嘅咧，如果你係混嘅，咁我哋就用一個字嘅，叫 figures。咁呢個唔具體嘅，係籠統嘅。當然可以乜都用 figures 嘅。如果你上面全部都用 figures 嘅話，就俾人感覺到你太籠統啦嚇。越籠統嘅 vocab 係越低分㗎，你要記住嚇。有必要籠統先籠統。例如話佢乜都俾你嘅，咁你咪用 a glance at the figures given indicates。咁留意啦，雖然呢個係複數啦，但係因為個 subject 喺度㗎，咁係有 s 㗎。OK， 得唔得？好啦，咁繼續寫作嗰部分咧。嗱，如果咧你係面對住一個咁嘅 graph 啦，係 percentage 嚟嘅 ，OK？ 呢個美國咁樣啦嚇，年齡咁樣啦，舉個例子啦嚇，有男有女咁樣啦嚇，有男有女 ，OK？ 通常咧，你喺嗰個作文嘅部分咧係 the percentage 先講個 Y 軸先嘅 of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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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USA that occur among male and female。咁啊，教大家咧寫嘅時候咧，個次序要留意嚇。先講 Y 軸 ，Y 軸咩 ？percentage，Y 軸呢個 Y 嚟㗎嘛。然之後咧就講個線或者棒名，可能係線，可能俾個棒你，冇所謂嘅，線形圖、棒形圖嘅啫。OK， 個線名啦。Of different ages， 然之後咧就再交代翻 X 軸，一般都咁寫嘅咁你要識得個次序咯咁呢啲都係好常規嘅一種寫法嚟嘅。
當你咧要表達一個圖像，先講 Y， 然之後講個棒同埋條線，然之後就 refer 翻 X 軸啦，咁就好清楚你表達到你係兩條線。好啦，咁引言基本上冇乜特別嘅啫，你識得表達翻究竟嗰幅圖係講緊啲咩？咁咧，另外一點就係咩咧？如果你發覺有啲好表面上一睇就睇到嘅一啲嘅質 idea 咧，質意念嘅話咧，咁你可以加落去嘅嚇，或者再加少少連接詞嚇。咁呢部分咧係連接詞同埋質經常都要做噶啦，放連接詞同埋放質。嗱，基本上咧連接詞同埋質咧，基本上呢個咧每一段都隨時可以加噶。咁呢啲咧有啲技術嘅，咁我會教大家啦。咁啊參考之後教你嘅，一陣間嚇會教你點樣寫連，點樣寫質嚇。OK，咁所以你知道引子唔好難嘅啫，記兩句嘅啫啊，唔會多噶啦啊，係兩句夠嘅，因為你150字啫嘛。OK，你只需要做一篇文章，又唔係做5、6篇啊，所以你唔需要記咁多模組嘅，唔使嘅嚇，咁就 OK 嘅。你最緊要 specific 就 specific， 唔 specific 就唔 specific， 就咁簡單嘅啫。OK， 識得放連，識得放質，咁第一段基本上7到9。好啦，一篇文章第一部分已經完成咗啦，到第二部分咯。第二部分最麻煩咧嚇，因為有3個題材啊嘛嚇，就屬於中間嘅部分啊嚇。OK。即係第2段或者2、3段嗰部分嚇，咁先講一個嚇嘅漢字模塊嚇，漢字碼係描述，描即係描述啦。我用動詞嚟描述相關嘅動作。有時咧動作唔一定要用動詞描述㗎，可以用 noun 嚟描述㗎。今次用 V 先，呢個最直覺㗎啦。用動詞表達動態，當然可以用名詞嚟表達動態係可以嘅。咁一陣間講點解要有名詞表達動態，又有動詞表達動態咧？關鍵你唔可以淨係識一樣嘅，因為一般考生淨係識用呢個嘅啫。咁變咗咧好難衝7㗎。如果要衝7同9咧，關鍵係咩咧？你記住，你表達嘅技術 expression 係不可重複㗎。呢個係好重要嘅基本原則嚟嘅。因為叫衝7到9啊，你唔可以成日 increase 完又 decrease，decrease 完又 increase，increase 完又 decrease， 只不過改少少副詞咁啊，你咪6分咯最多。你明我講咩嘛？但係如果咧你用唔同嘅 grammar 嘅 expression 嚟表達同一樣嘢，而且你俾人睇得到，哦喺8、5字裡面要 verb 有 verb， 要 noun 有 noun， 咁樣嘅話咧，完全冇重複嘅話咧，唔俾7到9俾你都係佢唔係 marker 啦。明白嘛？唔可以重複係好重要，所以點解我要俾啲唔同嘅模組俾大家咧？就係幫助你唔重複，即係就算描述啦，都係動態嘅，都有2種嘅表達。先講 verb 先嚇，呢個最普通嘅。嗱，我唔會俾好多你，因為咧只要你夠用就得㗎啦嚇，但已經夠你唔重複㗎啦。OK， 先講 verb。如果要增加 verb 要減少先嚇，好簡單啦嚇。Went up 嗱，因為咧已經去到第二嘅段嘅，所以通常都會用過去式㗎嚇。咁當然啦，如果你咁唔好彩嚇，你見到條題目係用現在角度嚟描述翻過去嘅結果嘅話咧，咁你要用翻現在式啦。Go up，咁你就係基本上都會記過去式我哋度嚇，因為80%都用過去式嚇。2、3段或者第2段裏面嚇 ，rose 佢個現在式係 rise 啦，你記過去式啊 ，grow 即係 grow 啦。嗱，我唔會俾晒所有嚟嘅，因為咧我只係足夠俾你，因為如果你睇好多模板咧係可以好多嘅，咁我無謂俾咁多你記幾個就得啦。點解咧？因為嗰幾個都好有用嘅，係表達唔同嘅程度、唔同嘅幅度
或者唔同嘅情形下用邊個動詞，我哋都會比較講究㗎嚇。因為你要衝7同9嘛，你冇用 increase decrease 嘅啦嚇，各位。嗰啲係俾你合格嘅啫 ，OK？increase decrease 嗰啲嚇。呢個稱為一般性嘅敘述嚇。如果係一般嘅加減啦，咁唔好用 increase decrease，最唔應該用其實嚇，一個式㗎嘛。好啦，咁一般向上同向下呢次啦，得唔得？咁如果向上向下，我如果比較激烈啲嘅咧，哇，嘣飆上去嘅，嘣跌落嚟嘅，咁咧你嗰個動詞咧就有啲講究嘅嚇。有啲發覺激烈啲嘅描述下 surged 衝咗上去。嗱，點解要有兩個咧？因為兩三個都需要嘅。因為咧唔係淨係講一個數字咁嘛，有可能有成6、7個數要講噶嘛。咁變咗咧，你就需要多幾個去用啦嚇。因為其實講